喂，表姐。怎么是你接啊？你老大呢？我老大不太好，你还是过来趟吧。大家都没想到会有并发症，现在高烧不退，都上呼吸机了。有人吗？哎，这里是不能进的。这是我的胸卡。这里是隔离区，你上这样是不合规的。那我打个电话吧。钟真在哪里？秦医生，他不在这儿，跟我来。他真的很严重吗？你做好心理准备吧，进去吧。睡了？刚睡着。怎么会突然并发症呢？他前几天刚发过烧，抵抗力本来就弱。你们一吵架，他连家也懒得回了，整天耗在医院里，有急诊手术都是他上。表姐，你干嘛？你别哭啊！怎么还哭了呢？哎呀，你看我，没事啊，好好的，死不了。钟真，你皮痒了吗？给我，你们共度良宵吧啊！你们一起合伙诓我，很好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跟你发无名火。我跟上官老师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就连秦医生也帮着你一起骗我。好了，对不起。可你不接我电话，也不回我信息，我又不知道我能不能见到你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来，所以好了，骗你是我不对，可是我真的想见你。你以后不能这样了。所以，你到底有没有并发症？有啊。精神感官歇斯底里，毛细穿梭杆菌突鲁西斯症候群，有一定的致死率。这么严重吗？什么意思？相思病的学名。你又诓我是吧？你又诓我是吧？你又诓我！